第14集。今日講 RAG 點樣令 AI 有最新嘅知識而唔使重新訓練。RAG 全名係 Retrieval Augmented Generation， 簡單嚟講就係令 AI 喺回答之前先去揾相關嘅資料。點解需要 RAG？ 因為 LLM 嘅知識只去到訓練嗰個時間。如果問佢今日嘅新聞，佢唔會識，但係用 RAG， 佢可以即時搜尋資料嚟回答。RAG 點樣運作？首先將你嘅文件變成向量傳入資料庫，然後你問問題，系統揾出最相關嘅文件片段，一齊俾 AI 做參考。舉個例，你公司有一堆內部文件，用 RAG 你可以建立一個 AI 助手，佢可以回答關於公司政策嘅問題，因為佢可以即時查閱文件。RAG 嘅好處係知識可以隨時更新，唔使重新訓練模型。成本大大降低，而且答案有出處，更加可靠。下集我哋講過擬合 AI 學習過程入面嘅大陷阱，記住訂閱。